聖經講出呢個希伯來書11第1節咁樣講到，信心都係切家嘅底，從隆重熱切，切家希望嘅，熱嘅真子，從呢隆重切家看唔到嘅，嗱，就表示咧講切家在上帝裏面，切家有信心，信心切家嘅基礎，信心都係切家嘅底，從隆重家看唔到，切家要信心對主，主能夠講嘅信。下半節噶，希伯來書11第6節樣講到，冇信心嘅人，冇可能上帝合意義。切係咪人來到上帝嘅面前，熱天係相信上帝要，上帝本切家公家本切家真正一條心簽嘅人。嗱，喺上帝裏面，切家要信心，因為信心切家嘅大，信心能夠對上帝嘅係能講嘅信者。本切家信心少了切家也大樣，嗱，飛機場嗰個飛機路和飛半隻飛機飛人哈，係飛機能夠到新舊樣，係講冇呢飛機下路，飛機冇可能下到，嗱，信心就表示呢飛機場嘅路，因為信心係大，而家要信心嘅信者講喊嚟噶，啊，切家要信心，切家要avoid是有求嘅恩典，有信心，上帝能夠降下本切家，因為信心就係切家嘅基礎，信心就係佢大嘅路，信心就係切家嘅大本錢。對於一切冇看到嘅、冇希望嘅，但係要信心嚟講，冇可能，上帝要可能做本切家，這樣切家要信心在上帝裏面。我禱告本隆重向是咪？可能人要問題，要痛苦，要病痛，也係要身份唔好，家庭唔好，你要有信心對主耶穌，你求佢，你討佢嘅恩典，你真正一條心嚟相信佢，佢能夠祝福你嘅路途，能夠祝福你嘅家庭平安，能夠祝福途途節節，你見到你係苦中嘅，佢能夠快樂本嘅，因為咗上帝要聽自己禱告，係講自己要信心對佢。